后来最近网络咧传，讲中国关乎法国的防护衣，这个穿到喙齿、油气。另外讲，这个车的锁匙，若喷酒精来消毒，一插入去车坑，就会瞬间爆炸。这拢毋是事实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防疫期间，驾驶人就上车，就是喷酒精，车门喷的，手底下喷的，仪表板、方向盘，连锁匙甲锁匙孔拢喷。密闭空间的酒精浓度愈来愈高，结果等车一发动，导火爆炸人大飞起，几段影片在网络上流传量是快速增加，讲开车族爱小心，唔通喷锁匙，若无会爆炸。 咱针对爆炸的画面，一倒落来反向搜查，发现到后半段汽车爆炸的画面是来自2017年美国渡桥炸掉汽车的片段。影片遭受恶意剪接，让人以为是真的。它那个酒精浓度大概3到19，维持酒精持续燃烧。在车内，如果说你只是喷个手抹一抹，这样是绝对不会有3%。 基本上上车喷酒精少量是无问题，只要这窗仔拍开，保持通风，唔通重复喷同一个所在。另外，互观众惊到的也阁有济。法国医护人员穿防护衣，结果手一伸去，防护衣过拢吹去。文章流传是中国关防护衣互法国，不过实际查核，当地报道有讲到这是疫情发生前就进货库存品，因为抗过失去并不是中国关的，是过去向法国厂商采购的。疫情期间，各国难免拢会引发论战，不过事实就是事实，无应该恶意小人参。